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敢有咧用手机啊叫物件送来恁厝里嘛？讲到这个外送市场，讲起来是热扑扑，但是嘛是冷叽叽。消费者用得真舒适，但是偏偏市场免两间变做一，无做其他公司呢敢切入。消费者啊敢靠有利呢？外送员敢通好顾着因的权益？今仔日咱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許俊賢，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台北商業大學會計系兼任副教授李禮中，主持人跟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全國外送產業工會發言人蘇碧和，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咱資深的媒體人蔡玉珍。大家晚大好。那麼首先，咱到底來關心是安怎即個 Uber Eats 要食到這隻魚呢？講要用9億5千萬的美金，甲台灣富胖子來買落來，針對到高佔的市場的問題，外送聯盟提出了7大訴求。公平會嘛表示講，會針對到市場集中未來定價的方向來審查。先收集各界意見，再來討論看賣，看會當穩準未？國內外送平台 Uber Eats 對外宣布要買 Foodpanda， 明仔載8月初9公平會要請官方民間代表開座談會收集意見。外界預估兩大外送平台佔台灣外送市場8成以上，各界關心萬一合併案通過，店家外送員甲消費者的權益恐驚會受到影響。交易條件惡化，最明顯的就是價格上漲。以前就有漲過啊，在平台的三方對外送員、對餐廳、對消費者全部都漲。而且這三方都反對的狀況底下也能漲哦，所以它還沒結合之前呢，它的這個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它有相當的這個市場力量，可以單方調漲價格。那外送員的權益保障，外送聯盟提出7大訴求，包括停權機制要透明，確保外送員的工作權，工資嘛要有公開明確的計算方式，閣要訂定型化契約，甲外送員投保全時段保險，訂定合理的抽成天棚，甲提供地道式的點餐，甲真人客服服務。今天並不並是一個 issue 沒錯，但更大的就是說併完之後，對於我們所有的4.6線有沒有辦法好好處理？如果有辦法好好處理，你併我覺得大家 fine 沒事。但如果之前10年的整個經驗下來，你再併，我們會怕，會不信任，因為我們看到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太多的改善。這陣合併案5月送到公平委員會，按算11月底會有正式的回復。條野立委嘛指出，不管合併敢有結果，政府攏需要甲外送員立管，訂定專法，才會當保障外送員、餐飲業者甲消費者的權益。記者綜合報道。咱若看到這個新聞哦，聽起來真簡單哦，就是2間要變做1間，所以消費者的權益啦，還是外送員的權益啊，甚至是店家的權益啊，攏會叫伊縮白掉哦，因為無得講。但是咧，其中還佫真濟美感啊，譬如講，偌濟，咱台灣法令是，伊會佔偌濟了後，這個公平會是袂當穩準的。但是我現不現，他在咱咧開講的時陣，我就請教財務專家。啊，這2間加起來超過這法令的意義。啊，因是咧合併創啥物？我要先請教這個許老師，伊是咧創啥物？其實吼，我是贊成這個合併啦吼。因為吼，咱台灣啦吼，144間的企業啦，97%攏是中小企業。這中小企業你若無通過這個合併吼。無法度甲國外公司去拼啦，所以我是希望講咱台灣吼，有這個機會時啦，咱就盡量互伊會當成功啦。佫再講吼，這2間攏是外商的公司啦。你若甲講這也袂使，迄也袂使時吼，是毋是會阻止互外商吼唔敢來台灣投資啦？所以其實吼，當然主持人頭拄講的，這2間加起來80%、90%啦，吼。這已經是
超过这个法律，但是咱法律无讲吼，一定讲超过偌济以上就袂使啦吼。哦，伊会当安尼啦，就讲。不是硬性的规定哦。唔是讲绝对的硬性的规定啦。就讲我会使互你过，但是吼，你爱答应我有几个条件，吼，啊，你若无做到这条件是，我会罚钱，哦，所以这个啥，迄个全联哦，伊并这个家乐福嘛。啊，伊今年4月份的时候，伊违反吼内底一承诺啦，吼啊，所以要还2000万，1摆2000万，1摆2000万，吼啊，所以这嘛是有可能讲，伊设几个条件，吼啊，你也答应这条件是，我会当互你通过安尼啦啊。因为这个富片达伊的母公司吼，德国的公司吼，伊其实伊家己的迄个财务也无讲真好啦，啊，所以亚洲地区吼，伊像日本的富片达，伊嘛卖掉啊，吼，中国大陆吼，啊个东南亚，伊一个卖掉，啊，其实台湾这个富片达应该算最后一个要卖啦，吼，啊，所以。对富邦来讲，伊毋是讲哦，我有趁到钱啊，我无爱啊，而是伊家己本身的问题。因老爸不多啊，要甲卖蛋上啊你。迄个有无意吼，因为吼，这个外送市场吼，伊是爱愈大愈好趁钱啦。嘿，伊是客人安尼都拿迄个。做保险嘛，啊，愈济人愈济吼，愈会趁钱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啊，伊有存钱嘛，甲买起来嘛是会使吧，吼。啊，即摆就是讲咱台湾会当互过，袂当互过安尼。是，但是照老师他安尼讲，那应该咱台湾的中小型的这个外送，咱其实是有啦，但是足少的嘛。咱的鼓励合并。吼，啊，照到对抗，但是实在实力实在有影差真济啦，所以就袂当比拼。我来请教吼，咱的这个李老师吼，李老师你嘛是研究这连锁啦，啊，这个经营的这，你甲看台湾这个外送平台，敢有通啊出现一个本土性的、较大间的，会当甲这个外商来比拼？是啊，阮迄是咱的愿望啦。希望讲咱家己本土有一间会使甲外商来伫对抗的即款迄套外送的公司出来，但是因为即个物件确实拢是外国的技术引进来嘛，啊，所以咱台湾人即摆拢要法度也变一间较大间的，嘛毋是讲无即个迄个成功的机会啊，咱台湾人足巧的啦，只要有一个机会拢会使啊，啊，所以头拄仔柯老师讲的，讲伊希望讲会使合并啊，咱一般讲合并，但公平会是讲结合啦，讲结合啊，结合是毋是会使成？原则上我迄阵较早做公平会委员啦，其实看来咱几个案件拢是我做委员的时阵审过案件啦。阮结合原则是拢同意啦，除非是讲会影响到讲即个咱规整体利益的时阵，啊，公平会就开始来个迄落讲主动。是。老师，你他昨下柯老师也讲到，讲台湾的统一超商吼，去合并着这个客服，法国的家乐福啊，吼，迄阵时吼是讲，伊对家乐福吼，客服是财务投资啦，吼，未要取得其经营权，吼，所以公平会未禁止伊结合，提出了8个附加的这个负担。迄阵时你甲人讲者。这个8个这个负担，即马看起来，因为这2022年嘛，吼，即马看起来是好的发展还是歹的发展？种看起来是对台湾的迄阵，哎呀，乖乖咧照步咧行，吼，你有看最近大润发嘛出代志，啊嘛可能处罚，啊，迄个像迄个台湾大哥大，甲开破的结合案嘛出代志，伊就违反了伊的承诺。就是讲，你要结合，阮拢乐观其拢足欢喜的。但是惊讲你变伤大，会无法度控制。即咱可能会请教柯老师，独占的定义是啥物？独占，伊有我单独给他定价，啊，恁袂当含扣，我讲偌济就偌济，尤其对小咱配合因有即个体验啦，我会当定价，啊，你袂当含扣，按这个算独占吗？李老师？
安尼就算毒占嘛？这是咱看就是感觉是安尼，但是咧有法律上的定义。法律上的定义是啥？法律是第一种事业在相关的市场会占有率啦，超过差不多50以上，我就感觉是毒占嘛。啊，所以你看咱的大叔甲中油两个合起来，其实阮拢个感觉伊是已经独占嘛。因高占。啊，所以伊的定价公票就逐工咧看伊有迄个有操作的迄个空间无？这是一点。第二点是讲，可能时间、空间之，啊个商品啊服务吼，在想讲市场的变化有可能替代无？有啥物物件在替代？有人当取代伊无？嘿，哦，啊那无得取代咧？无，都个认为伊就是独占。哦，啊，再来就讲是企业影响相关市场的力量。哦，啊第四个就讲。另外，人要理解有好理解无？即摆就讲，即个外送的平台，有人会理解无？好理解歹理解？即摆都攞即两个合起了，第三个要理解真歹切入，有法度无？啊，若无法度，嘛是认为是独占。好，安尼咱先停一遮。老师，小等人家回头来讲，我先互配合来看。但你来看，第一，你有赞成啊无？吼，第二，但两位老师的意见拢是讲，无来变看。你要带阮囝，你要带阮某。会使条件开出来，吼，看你骗金安怎对咱全民有利啊不利？安尼敢可以？阮基本上是无赞成的啦，因为伫即摆来讲，已经是2间公司啊哦。阮的工资互扑甲哪啥呢？因为本来差不多120块，搁较100块，较80块、70块、60块，即摆剩40块。即摆剩40块。对，两间的时阵就已经安尼啊。那剩一间的时阵，你敢有可能会当接受讲啊？伊可能会当提悬一寡？无可能啊，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啊，对消费者嘛是共款。去年2间公司，对啊。如果若是譬如讲，老师即摆搁咧做公平会，即个委员区老师也入去，两个人讲举手讲来。恁来开这条件，恁来回复，这工资爱到120块，啊，恁来接受？我的感觉是爱立法，爱用立法咯。敢若条件我感觉无够。这是国际公司，2000万对咱讲一栋栋尔，一小一珠珠啊尔，伊立得起啦。哦，安尼小等问两位老师，对，伊真正立得起，因为当初 Uber 赛车的 Uber， 台湾的罚款伊立几落亿，伊拢咧立啊。对啊，2000万对来讲啦，袂听，所以阮哪有可能会当接受讲伊用附带条件同意的，无可能的代志，对啊。哦，这可能公平会明仔载要开会时阵来听恁的心声咯。对啊，就算伊罚2000万，啊，伊嘛立袂起啊。罚5间2000万，伊嘛立袂起啊。啊，但是若有一种可能性讲无安尼啦，我就请第三位吼入来。恁欢迎第三位入来？第三位入来一定比即摆2间比1间大的较好一点嘛，因为有竞争对阮来讲。但是难道因袂是三个去讲看卖？因为头仔听曲老师来讲起来，即个 Uber E 甲即富邦达，即无得靠是两个人，两个咧爱卖啊。哦，啊因三个若入来，拢三个咧爱卖，啊就拄啊好40，佮甲你降到30。其实有2间甲有3间，其实较无共款啦。3间，阮当初拢有经过有3间、4间、5间的时阵，阮其实拢袂歹，因为3间、4间、5间，大家都会竞争，平台除了爱抢餐厅、抢人客，嘛爱抢外送员啦，无人要甲你送啊。所以恁通好安尼化价啊，高击破安尼。对啊，我嘛希望讲会当较侪间的，但是即摆市场的现经袂出来啊，经袂出来，经袂出来来。其实即摆外送平台吼，过去大概有4、5间啦，啊嘛有本土的，但是吼已经大概有2、3间拢淘汰啊。吼，啊，即马就是 Uber 跟富胖达这2间第1名、第2名，第1名是富胖达，即马是第2个要食第1个。吼，啊，第1名讲啊，我都做了上大啊，我这个市场的占有率是大概就会员的人数算起来，我大概73嘛，啊，第2名57左右嘛，吼，所以是第2个要食第1个吼。但是咱爱来看讲，因这边这个2间外商的公司，因的目的是啥物？哦，我感觉这个条件最重要，就是为什么伊要安尼做？
因安尼做，因即马是爱公平会，台湾的政府公平会甲伊审查。咱若复过会安怎？无复过会安怎？我感觉爱来思考即个代志。第一，大家拄仔讲吼，即马因是第二个要食第一个对无吼？但是我即两间若食起来了，市场超过8成。我感觉公平会不管最近所听到的初步的意见，也是因工会搁一寡业者、消费者，大部分搁包括立法院足侪立法委员嘛，足关心这件代志。照我听起来意思因为市场的占有率伤大，所以那公平会即马照现有的条件来讲，我感觉应该是袂过，因为就是独占，就是伊独占嘛，独占了，超过8成，独占了咧。因为我看到这案例这钱柜啦，甲这个好乐迪，伊这45%，对啊，伊是第一个要食第二个啊，因送3遍这个钱柜跟好乐迪嘛大家较熟悉，这个 KTV 两间上大的，第一要食第二个，其实因送过3遍，因这3遍就是我都提出理由啦，恁若无同意，我搁改善啦我定对消费者来讲搁对这个介绍，搁对这版权的业者，我要安怎保障，我拢甲你送互你公平会来审查，结果3遍拢无过因为伊这两间。找无第3间参与竞争，还是讲这两间合来了，无第2名啦，差伤远啊啦那所以即马来看讲这边因要安尼合起来我想要讲伊可能是袂过因为即马大家伫电视顶看广告Uber 跟富邦达广告应该是足济嘛，啥物拢会当买啦你啥物送啥物就是讲我啥物吴教授啥物送警察人无通好送啊。对即马你若合并了歹势。这个广告市场拢无啊，因的广告市场足大足大的，所以这个对整体来讲，因合起来了，伊是安怎要做广告，所以伊对这个业者、平台业者、餐厅，伊加起来几10万间的这个餐厅，即摆都爱拢听因的，所有的员工，所有这个外送员，但是我感觉对外送员来讲，因即马是。像迄劳保健保是无啥物影响啦，因为即马拢透过工会嘛，所以因较有影响的就是大拄即个博豪讲的，就是因的这个介绍是毋是会向流就是我个人即间尔，所以我讲偌济就偌济，我讲10块就10块，你要送毋送，要做毋做随在你我可能阁有另外参别的车队，参别的啥物合作我若参即个现有的车队合作，可能我会阁降低成本啊。恁即马这拢无，有可能是安尼。所以第一就是讲，伊的市占率真正伤悬，所以公平会这条要过，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困难。如果若亲像2位老师讲你附带条件1项、2项、3项、4项，拢甲我好停讲明。你若第一附带条件公平会过去，大拄仔讲的这个统一个家乐福这件因有附带条件。因附带条件就是讲恁即摆合起来了，恁若对这个较小牌供应商就是这较中小型的啦因为你用起来，你合起来了遮大对无？你统一个家乐福加起来了，敢若全联变大润发合起来，可能参与有淡薄仔。小对抗俩因为嘛是还阁有竞争者同一个家乐福加起来了，还阁有全联大润发咧参与相拼所以因加起来了，大家都还阁无超过讲像安尼60-70%，但是因对这个小型的供应商，你是毋是有保障？所以公平会当时会互因过。敢若开票这项，你就食袂到。对，就是讲你对这个供应商，你3年内你袂使甲伊解约，你来保障因每年的这个交易量有偌济，就是开这个条件互因。你若无照这个条件，我就是甲你罚钱。所以当初时这是有条件的，但是包括富胖达我感觉咱会使参考新加坡，参考这个印度，参考香港，参考伊伫全世界同款，伊嘛是咧撤退啊。伊对伊来讲，伊是德国的公司，伊欠钱，伊无法度搁伫台湾继续发展，所以伊想要转现金，300几亿对伊来讲非常的这个大笔的资金所以
像新加坡要撤退，新加坡反对，吼，伊嘛是共款合并，吼，共款合并了，结果原来是超过这个比例，哦，印度嘛是共款反对，吼，啊，另外，伊伫这个韩国吼。韩国伊本来伊要食另外一间公司叫做这个玉基哦，吼，就是另外要食这个一间公司，结果吼，因是原来第1名、第2名要合并对无？结果韩国的政府甲因讲，安尼会使，你第1名的股权你先卖互别人，就是你先卖互别人了，啊你才买这间公司，所以你第1名我家己先卖掉，我家己的股权先卖掉，我再去食别人，安尼嘛是共款2间。所以我互你合并，但是你家己的股权先卖互别人，所以这就是共款的意思。所以我感觉意思嘛。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吼，这件代志，所以有经济啊，这听起来就是未成啊。未成，但是伊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讲，拄我讲，以前台湾是毋是有本土的？清水、休芳水，等人来带。因为足侪人要甲带，吼，足侪人要甲带。一开始的时候有听讲，包括什么某某啦，包括全联啦，包括统一啦，吼，拢有可能。但是伊条件开得真高呢，9.5亿，啊，搁要加3亿，甲买伊的股票，哇！对啊。所以这就是算会好、算袂好的问题啊！所以伊提出来了，第一就是 Uber 甘愿用这个计数，但是公平会要互你过无？那无要互你过，安尼我阁有另外办法，就是讲，无我国外交易啊，我国外股权交易，阮2间伫咧国外交易，你嘛无我的裁掉。我踮咧外口交易入来，我是穿穿共款。穿富邦大的衫。对啊，但是安尼对台湾政府来讲，啊，就是原来2个品牌。安尼会使袂，柯老师？是有可能啦吼，但是安尼是结局嘛是一个独占的市场啦。哈，吼，啊，其实吼，即摆这件代志吼，有介侪人吼，拢希望伊卖成功啦。吼，是安怎呢？因为还佫第3者吼，想要入来。哦。就是讲，因为富邦大伊是一定爱卖掉啦，一定爱卖掉。啊，你即摆Uber Eats啊，无法度甲伫台湾无法度甲伊结合吼。啊，即摆听讲是韩国的一间公司要来食富邦大，哦，安尼是你韩国公司啊，甲富邦大甲食起来是伊的市占率袂遐悬嘛。安尼是嘛是会变做2间大公司。2间的相对。但是安尼敢有较好？啊，这嘛是爱回到配合因的关心的啊。当然，这结合会当成功未成功吼，有一点就是讲，伊需要劳动部吼，爱认定，爱点那个点头啦，吼。因为对因外送员来讲吼，迄是有影呢，就可怜呢，你就120降到40块，所以但是这吼，这其实会当用这个条件来限制啦，也就是讲，你即摆总共结合了啦吼，啊你也要降价这外送员呢，迄个一定要经过迄个公平会，吼，还是经过劳动部，啊无是你是袂使，啊你若硬硬要做的是，我这边给你花2000万。哎，2000万啊，过来你搁无连续发，系连续发，吼啊，所以安尼是到时可能媒体炒作啦吼，全台湾的人可能感觉讲啊，一间公司，给你抵制，嘿，你像有吼，以前吼有一间迄个饮料的迄个店啦吼，看卖，吼，哎对了讲真歹嘛。啊，所以全台湾拢个抵制，啊，即摆坦白就惯老板啊，都无遐好啊啦，哦，所以方法是有啦，啊是看咱要安怎做。爱贯彻，对。啊，咱人民要家己要有意识。对。李老师，你安怎看？那是这第3间入来，敢会市场较健康，还是讲无呢？因踮外口咧交易嘛是共款。阮是希望。市场愈自由愈好啦，愈多间，愈好，愈竞争者愈多愈好啦。这是大家希望的一个真完美的市场的迄个结果啦。但是，像柯老师有鼓励嘛，讲有些大间的时阵，可能嘛有一个好处啦。但是也以阮公平会立场
甲我即个支持自由的看法是希望讲竞争者是愈做愈好，啊，大家个较条文的吼，啊，对消费者就较好，啊，对即个厂商提供商品的厂商嘛好，对即个外送员的福利嘛加较好。是，但是老师吼，一个较深沉的即个问题嘛，要请教顾老师甲李老师吼，就是讲，即个资本主义吼，一直追求伊利益极大化。我要赚较侪钱，我规模要大，我才本钱，我这成本压低，我才有通啊赚较侪。吼，啊，同时间嘛有良善的资本家，吼，良善的资本讲安怎照顾，但是安怎在即种，尤其因这是算作毋是 in house， 毋是叫请的，拢是签约的，拢是雇佣的，伊就会当甲放去外口，我就会当甲伊压价就压价，这是必要之恶呢，还是讲无？咱公平会有当有药，然后甲医。当然啦，这个吼，为什么公平会出来？就是讲，因为就知影讲，这公司的竞争啊，有大间个细间啦，啊大个会食细，啊可能用甲伊个并购的，用足侪方式的。所以咱公平会出来原因，就是希望讲，这每一间公司拢点样好好竞争，袂使相当上芳来迄个共偷食无。所以有诶，这公司你看拢共买物件拢6个月票、9个月票，即款的真迄落，安尼公平会卖，所以会使来对即款问题小甲秃头，就讲安尼毋通安尼。但是到尾阮公平会要弄即个法的时阵啊，大家拢反对啊。伊讲，这个无法度，这市场就是即个局势啊。你也袂你也袂接这6个月票、9个月票，你可能无生意通好做啊。所以无啊，阮结果即个法阮毋敢定，日本有定啦。日本就讲袂使6个月，可能要3个月，6个月之内，超过我讲，因的公平会都要出来讲话啊。但是即个物件摕来台湾讲，阮甲来写一个文件尔，写出来结果无人敢来用啦。惊讲我来告公司了，我可能即个生意就无去啊。所以讲真歹做。咱这是立法委员的反对吗？毋是，迄厂商来反对，毋敢来反对啊。但是咱若是有法写落去、定落去，立法委员举手通过了，伊嘛无咱法啊。是啊，但是谁敢用啊？所以问题就出伫立法委员嘛，是会使安尼讲吗？这真歹讲的一个，真歹讲政治的问题。来配合你来讲。我是感觉讲，伊若结合了后，阮的权利自然就会北石啊、压落底啊，一定是安尼啦。因为你看2间的时阵，就已经安尼啊，都已经做袂好啊。你哪会当5万讲伊1间的时阵会做得更较好？我看到恁的诉求内面有2项哦，你讲互大家听吼，是安怎叫做地图爱欠开，吼，这第一。第二爱真人客服，这个人客吼，爱当服务，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地图点单吼，基本上来讲，伊有排列嘛，每一间店有排列。哦，本来伊用타的。伊用타，但是伊显示出来可能毋是上近的店家，伊讲看拢看摆，伊可能你看到可能是5公里外。哦，伊内面甲你创空。对，因5公里外毋是上近的。啊，我希望讲会当用地图来点单，互人客知影讲其实你尽量点附近的。明明都连续企业但是是安怎你爱点5公里外？无爱点较近的，5公里外才会甲阮 complain 讲你哪会送遮慢？对，就是安尼。这是对恁运送的时阵产生较少的这个问题而已吗？还是讲对恁对消费者来讲，伊的增进消费者的权益？对，消费者的权益嘛较有保障。啊，对恁的权益有保障吗？我对阮来讲是降低迄客诉的几率啦。哦，说。啊，那真人去做迄个人客服务咧？真人，因为今摆拢用罐头的讯息啦，伊拢用罐头的来回。有影，迄足歹用。对啊，伊根本都回答袂到。刚才咧精面就配咧。对，伊根本都回答袂到重点嘛，回答袂到重点的话，你问题就袂得样解决嘛。就一直爬练到，一直爬，爬到尾无材料解决。
足气啊！啊，片仔摸的过灯工过来点。对啊，就安尼啊。啊，所以基本上无材料解决问题。啊，若有真人的客户，基本上较有机会解决问题啦，对啊。但是，柯老师，我你劳资的关系吼，伫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吼，照讲是爱劳工甲头家吼，家己去协商，去谈因的条件啦。啊，你即马阵讲吼，两间合作一间吼，其实对劳工来讲吼，更较好协商啦，更较好。安怎讲？你若想计较的是，我就罢工啊！啊，你8%、9%，我罢工，你生意拢免做啊！啊，你即摆有两间哦，你两间的是你都爱所有的外送员哦，你都爱对付两间啦。哦，啊，所以这吼有的劳动条件是爱靠劳工工会吼，啊，甲雇主吼，家己去协商啦，毋是讲规个政府拢有法度手伸入去啦。啊，所以我这嘛是讲爱鼓励这工会吼，因家己爱看安怎迄啊。但最近吼劳动部吼，伊嘛是真关心这个问题啦。啊，所以伊也无爱讲真正工会甲这个Uber Eats还是富胖达吼，因真正冲突起来啦。啊，所以伊即摆用通过一个这社会对话的方式。社会对话，这是一个机制，还是讲？有一个所在吼，你安尼大家拢来，这是啥意思？算一个机制啦。啊，因吼已经像今日会知啊嘛吼，已经第8遍咧吼，工会甲迄个工会。老师今日才去开会。啊，几好是哦，工会甲迄个政府吼，迄个对话啦，对下的，你像今日讨论的就是讲。因若要甲终止契约时，吼，要甲停权的时候，永久停权的时候，啊，爱通过什么迄个，讲了真有哦，讲了真有啦。我就刚刚讲，啊，即摆当然上大的问题是工资的问题啦，吼，工资的问题，但是工资的问题，交通部因嘛是有在拍拼啦，啊，所以政府唔是讲无咧关心，嘛是有咧做啦，哦。这吼社会对话吼已经今日是第8遍，但是私底下的会前会已经差不多有20遍啦。所以因话拢。啊，你感觉有进步？小可有啦，但是小可有啦，老师。小可有啦，但是干了真正。老师你就加较杀一个，李老师你嘛加较杀一个吼。但是其实吼，我感觉即摆因为搁咧讨论，搁咧协商啦吼。啊，但是伫咱也唔通甲讲个死。对，公平会当然因爱考虑到无共款的每一个方向，看安怎是这是上好的吼。大多我讲的是劳工的问题，我是感觉讲吼，对外送员来讲，我看这个教授陈老师的意见较无共款。我感觉你讲合并了啊，管理较方便，但是对因的权益，对因的这个工作的条件来讲吼，啊，都敢若剩一间，我讲安那就是安怎，所以吼，你较无保障吼，就是因为伊的市占率合起来了，真正占伤大。我意思，大多我讲，干那好乐迪个钱柜，这两间合起来了，就已经公平会都袂过啊哦。因为因是 KTV， 吼，因是做生意，才会即个消费者去遐唱歌，因就感觉讲啊，我呢。后日啦费用每1点钟爱偌济钱？即马即个叫做软体吼，就是你要唱歌伴唱带软体，才会供应商的版权偌济，这拢是问题。所以迄个时阵公平会才会感觉讲，你安尼用起来了，你是垄断，吼，就是垄断这个问题是毋是会产生？但是这两间合起来。照目前的情形，即马是要，毋是讲啊，可能爱去过一阵仔看卖啊，看因的市占率有调整无？无，即马就是合起来了，就是足大的。所以吼，这敢若像讲，要怎讲？敢若像这个凯擘中家吼，这两个，啊，两个合起来了100%，只无第三间会当参与拼。吼啊，敢若像，比如讲啦吼，敢若像东森跟某某购物啦吼，东森本来上头啊，伊出来的时阵无竞争者。尾啊，某某出来参与拼了讲啊，你无你都较有钱，我都卖你安尼会过袂？这两间加起来了，市占率偌济？我是感觉，若照这个情形看起来，
这个公平会完全袂互伊过，所以毋是讲啊，这个是毋是外资吼？啊，咱若安尼动起来，外资是毋是会对台湾这个投资吼，是毋是会受到影响？无可能，因为因拢是国外连锁，因对像这个 Uber 对2009年开始啊。2013年来台湾，伊拢知影台湾的法律是安怎，所以行到这个地步，即马就是富胖达，伊较早入来，伊2012，伊即马要活转现金，所以伊有这个卖股权的需求，但是爱照台湾政府的规定，安怎做才是对伊上好的。所以我感觉，若照这件要上公平会，我照伊的市占率看起来，我感觉。公平会会认定独占，所以袂过了，伊才用其他的办法去处理伊的股权。好，所以同款是换头家，吼换卖互别人，你嘛会使卖互台湾人。像麦当劳要撤出的时阵，麦当劳就卖互国宾啦。台湾的即摆麦当劳是台湾的麦当劳啊，这同款的意思，就是讲你是外商，但是我卖互但是政府敢通好去牵狗啊，讲啊无你来买，因家己会牵，政府袂去牵，因家己会卖，家己会去找。咱免甲烦恼啦。对。咱就爱烦恼讲吼，外送员权益啊有影响到咱消费者安尼嘛吼。但是哦，我来看讲吼，其实公平会审查嘛是有一个结果性，你审查4大面向吼。第一，原则市场集中度，就是头拄仔讲的，即陆经济也讲的，就是恁两个加起来，哇，80吼，这会使也袂使，结合了评估方吼，恁会当有即个定价能力，包括定即个外送员的价，定咱消费者的价，定店家的价，这3个。合并按协同迄个效果，就是联合行为啦，就是独占。这2项到底有啥物差别吼？到底有啥物差别？要请柯老师吼，甲咱讲啊，小咱去请这个李老师甲咱讲市场效益啊，这是要哪评估？咱若是外行，要来看讲，咱直观看起来对啦，恁两个加起来80，但是如果若专家要来看讲，因两个市场的这个效益合并了是安怎？我要先请柯老师。我是感觉吼，真侪代志拢会自然的发展啦，所以咱用咱一般的想法来即摆来看这个代志，感觉讲哇，80-90真危险啦。但是有真侪方法会当来处理啦。你对，你讲Uber Eats啊，甲富邦老架起来了，Uber Eats独大，吼独大的是你第一。你迄个客户要点餐的时候，伊个加成是毋是会增加？啊，这公平会会当介入啊。啊，另外一种就是讲，啊，伊对外送员的这个薪水是毋是个降低？吼，啊，这就爱劳动部来处理啦。所以我是较乐观啦，就是讲，因为这个经济吼是愈自由是愈好啦。啊，就是咱是守着一个讲，我唔卖互你安尼啦，收超过，收超过啊，是讲咱车怎咧爆冲去安尼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卖讲啥物拢讲，就甲讲个死安尼迄但对咱台湾的发展也唔好，因为你大家拢会看啦，唔拿咱台湾的人啦，外国嘛在看啦。看讲啊，你这并购是毋是有出现太侪问题啦？啊，你即摆外资要入来时吼，伊就会考虑讲，我将来要卖掉时，你台湾你做歹处理的啦。所以这种咱都爱考虑介远啦，毋是讲考虑咱台湾的啦。啊，刚咱台湾内底是，我感觉讲这应该有办法来处理啦，啊无公平会设伫啊都无，啊劳动部嘛设伫啊咧。是，来李老师。即摆就讲即个什么叫做你头讲有市场效益，这是要看什么物件？真简单，即摆两个咱其实有一个案件是我在做公平会处理的，同一面要食维力炸酱面。好。啊，一个炒47%，一个炒17%，一个炒65%。啊，即摆惊，即摆这两个也合落了，伊也发每度算出来，差不多一包面会起15块。哦。啊，15块即摆起起来了，啊，剩咧啲其他细金的吼会短起
这嘛是一种联合行为啦。但是这款要了较歹了，但是就是讲这个后一间足大高大起来，哦，伊即马可能看了咱这边会惊讲，哦，你降低，迄边嘛，迄个细间嘛去底降，就抬落去，去抬落。啊，所以这就是惊这个出来。啊，所以什么叫市场效益？就是讲，即马变一间了后，是毋是大家享受较好啊？是毋是外送员的福利较好无？消费者有得到较好的价值，所以老师，若是安尼讲，富邦达甲 Uber Eats 若结合，万不离因若是结婚，对咱消费者你来推算，对咱消费者敢有利？一般是认为是无可能会较有利嘛，因为我讲准算啊，这个市场我讲我来定价。我若照柯老师讲，无你就要对消费者有利，我来写入去。哦，啊，你就要安怎拄安怎，安尼敢会使？这得看讲到底这保证敢山明海誓敢有效？是不是为了付款条件这个部分，迄个效力敢无法度限制到这个合并了的一寡因的行为啊？看够了无？但是呢，照配合因咧想咯，无你都要写入去法律内面对，一定要写入法律内底。我感觉安尼较有力，因为阮一直希望讲外省的这个产业会当产生一个转换。因为即摆1500万人用过外省平台，啊，外省平台一个收入一年嘛，差不多有1300以上，是一个真悬的数字哦。啊，店家嘛，差不多10万间以上，外省外嘛15万人，其实是一个真大的一个产业啊，真大一个产业，袂当讲一直无法律来管制。即摆外省的产业就是法律拢是法律千百条，要用家己跳啦，就是安尼。啊，但我讲安尼无理想，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产业转换。来斗相共，这个产业愈行愈远，会当永永久久对。但是你会当具体举一个例讲，如果若写入去专法内面，什么物件对你来讲，哦，当然要看薪资是一定是爱安尼写，薪资上加偌济，啊，譬如讲餐厅的抽成上悬偌济，啊，消费者运价安怎计算？外国敢毋种例？外国基本上拢是外省外较济啊。餐厅嘛有伫美国的一寡州，有设一寡上限，餐厅的上限，对啊。哦，所以外国虽然无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有通啊参考。对，有通啊参考。咱台湾是有这个机会啦，吼。我嘛希望有这个机会。我是感觉讲吼，你要写这个条件，不管是对员工的条件，对店家的条件，哦，平台头顶所有消费者的条件，你要写这个条件。一个上重要的基础就是讲，啊，我这个条件写落了，是毋是还佫会当公平竞争？这是原则，这是原则。写落了，爱会当公平竞争。啊，你写落了，这两件合起来，啊，都无竞争，是要哪写才是有效？所以我感觉这你写起来了，你原来是无对手。所以公平，即马要审查是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平交易的原则是讲，安尼。消费者、员工，这个平台、这个产业，是毋是会当公平竞争？因合起来都无法度通过公平竞争。这个讨论是要安怎写讲？我有条件哦，我就互你这个员工爱安怎啦？吼啊，你平台这个费用，我就甲你保障安怎？你写出来了，我都原来无人参与竞争嘛。所以我是感觉，我若是公平会委员，吼，像这个李教授嘛，要做过委员嘛。公平会委员的讨论的这个基础，就是讲，安尼我答应你这个条件，你若做到到，但是安尼是毋是原啊符合公平竞争？啊，都无啊，啊，这个合起来都无啊，所以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毋是讲啊，安尼外商就会感觉台湾那无解开放，啊，对这个外商是毋是限制？毋是，即马对所有的产业。对，不管你是这是外送平台，你对有线电视，你对购物台，你对这个系统业者，对啥拢共款。所以你若垄断，我就袂互你过。吼，所以你是讲写这个条件了，还佫会当竞争。像我拄拄讲的啊，统一个家乐福，我互恁合啊，啊条件写出来啊。
但是伊有竞争者无？有，另外竞争者有哪介强？所以即马咱若摕到一个案件讲吼，统一佮全家要合并，你若公平会委员，你敢会好过？袂啊，因为这两间合起来，台湾都无第三间通去参与拼啊，所以合起来了，条件写出来，但是嘛是爱个会当公平竞争。啊，我这个合起来了。统一加全家合起来了，敢有人通好参与公平竞争？无嘛，所以我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我就是袂互你过。我的意思就是安尼。但是吼，咱就这四大面向来看吼，他都系像李老师所讲的，这市场效益，照这来推论吼。那我请教柯老师吼，这市场效益就是讲照他都李老师所记一个例，伊所处理的这个统一面要食威力。这个炸酱面，吼，爱甲算讲无哦，恁的面会起到15%，其他的嘛缀咧起，哇，这规盘拢来起。咱有差不多安尼推算，在这过去这五月发生这个新闻了后，有人开始推算讲，无咯，因这两间若合起来了，可能会这个起价啦，敢有人会通好算，有开始安尼咧做推论。一般的人拢是安尼感觉啦，讲两间变做一间哦，啊就独大吼，独大是就变讲伊安怎讲就安怎做。我感觉哦，台湾无可能互你这公司安尼啦。你像讲哦，咱台电嘛是独大，哦啊，迄个台水嘛是独大，哦，所以有介济方法会当去控制啦。啊，就是讲你要做唔做，啊，你像讲吼。公平会开罚金对吧？吼，罚钱，但是罚了几遍咯？是毋是有立法委员会介入？哦，有呢。迄个业者伊去找立法委员，立法委员公平会哦，甲你这拢是会影响讲吼，咱这个法律会当落实，还是无法度落实的主要原因啦。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台湾其实吼。即摆的制度是应该是会当去处理这个，但是问题是出伫人啦。法律落实啊，无落实。哦，啊人是有人去找公平会委员无咧？李老师，敢有人去找你过？我迄阵拢唔敢做阮代志嘛，无敢人来找啦。无人敢来找你吼。因为公平会其实是准法院呐，伊是咧。对一寡迄个无公平的交易、无公平的竞争哦，来做迄个行政上的处分啦。所以你本来空价的处分俩，所以相对这个规个市场的竞争有问题啊。啊，所以他都要讲，到底为啥因这个结合公平法咱来看？你有一个公式，有一个公式。我这个搞不了市场的介绍，对消费者是好啊歹，拢有一个公式，会使看出来。所以这到尾咱来看公平会看这个案件嘛是，会来从这个方向来看，甚至迄个对外厂员的福利会减少哦，对厂商的迄个介绍是毋是有法度迄个定价能力有靠这个公司年死去呗？啊，消费者即摆享受的比较早较差别，啊来个看，这就是控制的标准。虽然讲吼，咱一般讲我合起来8、90啦，啊事实吼，我所知影啦吼，像劳动部伊咧估算啦吼，可能60啦，袂遐悬啦。安怎讲？因为合起来了，毋是讲我即摆偌济，即摆偌济合起来就是1+1等于2，毋是安尼啦。吼，你像讲你全台湾吼，Uber Eats 的主要的市场是伫北部啦，啊 ，Foodpanda 伊的主要市场是伫中南部啦，啊，所以合起来是毋是讲哦，伊规个拢加起来啦。有诶有定重复诶，对，所以加起来60，哦，安尼算，配合你安怎看？我是感觉无遮少啦，我是感觉无啥可能有遮少，因为即摆两大已经。两大加起来，即摆已经占80，那有可能合起来了剩60。啊，有诶，我诶经验内面，有即个店家也伫Foodpanda，即个店家也伫 Uber Eats， 嘛是有即重复诶啊。对，有重复诶，但是甲砍败了，一定是加较侪啊，那有可能砍败了加较少。
迄是无合理的，迄无合理的讲法啦。而且我感觉是讲，不管伊开啥物条件，基本上嘛是爱法律来做控制啦。因为阮进前嘛有甲劳动部的官员去甲因亚洲的总经理有去协商过。伊人讲了真明啊，你有法律我就遵守啊，你无法律我无爱有难你啊，讲啊遮明啊。我有就安尼讲，你有法律提出来，你有法律我就遵守啊，你无法律我想我想嘛有难你，我想接受你的控诉，对啊。可肯唔免啊，我唔免接受啊！你提法律来甲我讲啊。迄边哦，两边拢口气无好啦，劳动部口气嘛无好。啊无啊，就真人都安尼讲啊，咱法律都爱定落来啊，咱连气势拢对袂着别人安尼。李老师安怎看？这安尼看起来，这个发展唔是讲介健康哦。是啊，你就还是希望大家坐落慢慢来讲啦。啊，但是有法是对这个案件来处理是较有这个独立性的吼，较有这个吼。但这个现主是要用无法律的。系啊。所以讲咧，要定法律可能就要列为长期计划咯。啊，但短期都要看公平会这是安怎过来审这个案件较重要。是，刘经济。其实吼，这个公平会要审查的面向就是市场的集中度，吼，啊，个结合了后，这个定价的能力，吼，啊，个才会这个合并了后，嘿，合同了合起来了的效果，啊，个市场的效果，其实你若好好思考讲，Uber 个富胖达这两间合起来了，就这四个面向看起来，刚有法度用好的方向去发展。我是感觉有淡薄仔困难，但拄我配合讲的，这是劳工的部分、外送员的部分，但是这会店家，吼，这会店家，其实这会消费者，其实消费者，你若爱 Uber 的人，你可能袂去用富胖达，但是伊有重复，吼，像我嘛是两间拢有家己会员，嘿，拢有参咧用，拢有家己会员，但是你一定有你较爱对一间，吼，你较惯势对一间，啊，你累积累积起来了的优惠，吼，这个会员了的拍折啥，这优惠拢较好，吼，所以你一定固定一间啊嘛，啊，即马合了，当然这拢会去受到影响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因为你即马台湾都无甲第三间讲，你合起来了。抑阁有在调一个第三间，通去参与输赢，通去参与占这个市场正常的这个市占率。所以不管是60%，吼，就拄仔教授讲60%，还是讲其实7-80%，吼，我是感觉无相对的这个竞争对手的情形，吼，这个合并因安尼买，其实方式对台湾的法律来讲。其实是较一个真大的挑战，要通过非常的困难啦。咱头头一直拢讲这个外送平台、外送这个事业的这发展，其实外送已经某种程度啊影响到台湾的零售市场咯。吼，其实我咧看，还佫有新闻，还佫有分析咧写讲，其实伊若对这零售业，吼，咧做这个 7-11的，那甚至伊嘛加入。在这个平台顶头啊，吼，伊店家的店数，伊嘛开始咧减少哦，吼，因为规期卖实体的，我就互你送安尼就好啊。啊，尤其啊，佫有迄个只型的，伊嘛是，无得靠伊嘛开始伊咧想讲啊，无我来甲恁议价啊，吼，所以我咧想讲，头先柯老师所讲的，讲市场会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公平会应该做啥物呢？顾老师，你认为？你若讲吼，照法律来讲啦吼，应该是那刘真这讲的讲，应该是袂通过啦，哦。但是是毋是真正是安尼？这是咱来看啦。啊，我是安尼看，就是讲外送市场吼，咱看中国大陆的例啦，哦，伊即摆变做一个独大。美团啊，啊，将来吼，迄个上面啊吼，有变做无人机咧送咧，唔是讲不是人咧送，嘿，尤其你若讲啊爬楼梯，啊爬迄个吼，还是伫山内底，所以
这个整个社会科技的变化，吼，咱都爱心放较软的来应对这代志啦。爱这个爱看哈，李老师，上后尾这个时间点有个马仔，但是伊讲爱拖到11月才会做决定咯。是啊。啊，通常恁拢是这长的时间，恁是咧看啥物件？我就是开始收集资料啊，因为社会对谈嘛是需要啊。啊，就是讲咧内底有开始买去做一寡咧民意访查，啊，个头多讲的产业资料，我们那个弄提来了做跑一些公式啊，去那个量化，所以到底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市场的效益无？所以到11月啦吼。我感觉可能阮马仔都有一场公听会啊，马仔透早都有一场，对，公兵会内底有一场。我是认为这个可能吼，6个月就国家3个月。